怎么办好呢？我现在走，岂不是认输？一定要挺下去，一定要挺下去。既然他百般折磨你，为何你就没想过悔婚？怎么没想过？可我即使回了西岳，也是被人欺负。千里迢迢来了北轩，怎么也得坚持下去。我无可奈何啊！不是无可奈何，是事在人为。我上次就告诉过你，要勇敢地面对我们的未来。你为什么不听我的呢？如果你一定要选择走这条路，请告诉我，我可以和你一起坐地起价。你懂不懂规矩？没空跟你这种低级职员谈。叫你老板出来。我老板不会见你的，嫌贵不要买。你今天不把护照留下，哪儿都别想去。